蒲點快閃活動喺今日至15日喺青茂名優匯展開。呢次活動除設蒲點快閃店，更攜手12家代理葡語國家產品嘅澳門企業，帶嚟過百款葡語國家產品。喺現場設置消費優惠3部曲體驗，免費派發超過3888份好禮等系列安排。現場精選嘅過百款產品類型豐富多樣，涵蓋葡萄牙、巴西、東帝汶等多個葡語國家嘅人氣商品，包括葡萄汁、特色罐頭、咖啡、朱古力、橄欖油等美食飲品、紅酒、白酒、特色基酒等家樣，以及多款文創與生活好物。招商局、吉祥物、蒲公英更將現身同公眾互動合影。活動設置消費優惠3部曲體驗，公眾到場即可參加抽獎，免費獲得葡語國家產品或者係蒲公英紀念品，並可領取15澳門元活動消費優惠券。公眾購買活動展銷嘅產品之後，可憑收據抽取20澳門元嘅名優惠商戶優惠券同其他禮品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